义勇，做新闻工作有10多年嘞。其實時下嘅我感覺戲劇、音樂、舞台，那係真奇妙嘅。我認識的許多劇場人，沒想我用強下來認識一人，強下一了解劇場嘅世界有一項人呢。燈光 Q1 走。燈光 Q2 走，燈光非常貼切到一打行，如果感覺講有乜嘅故事會發生呢？推動嘅人會同講到會乜嘅嘢，燈光一變換，佢嘅場景很個清晰，如果全部同樣，嗰所燈光設計非常重要哦。唔過呢，一出戲要開始做以前，也佢冇愛升起來以前啦，係個燈光要打下來，係個演員要上台來以前，假使冇一啲人下令，也就事情如唔會發生，也個人如喺舞台監督。嗰所今日嘅節目如有大家同我傾下去了解。燈光設計係個舞台監督，而能提早到位乜嘅。愛做出一出戲，愛包括幾多元素。係會規劃來規劃，地運作順序，如天初愛有意的總司令，也嘅人物如係舞台監督，簡單講很多舞監。舞監喺劇場演出當中，做得講係一個非常重要嘅角色。戲唔前做，一路愛先去看表演場所，等到就會做戲嘅舞台又會用嚟設置布擺。連聽片當茶水總開路係也頭路，除係愛依有管理嘅優良，韓國天初愛細心細意來規劃。李宗珍係作為幾多年經驗幾豐富嘅劇場工作者，讀台灣藝術大學舞台內專業，做舞者幾多年，過後幾結節的落成做劇場工作。現在本單如係透舞台內出來嘅，故所對舞台劇場嘅管控，佢有以自家嘅管理特色。香港總政泰國嗰號是咖啡，韓國號蠻耐去咖啡館考察到，而今日路睇一間咖啡館，我也幾多問題想問伊，聽下你建議。嗨，玉龙早。你在做什么？我在做功课，我在做排 schedule。哦，什么的 schedule？ 因为我下礼拜要进国家剧院，再排一个他们进场排练的 schedule。哦，偷看一下。舞间的 schedule。现在就是把舞者的 schedule 转换成工作人员可以看的 schedule。哦。现在就比较简化一点点，因为有一些。出处啊、内容啊，就不需要让工作人员知道，工作人员知道他工作的内容的部分就可以了。对，所以你要负责把就是你知道的资讯把它简化。就是我这边有很多的资料，可是每个人不需要都看到所有的资料，但我必须把它分开，变成工作人员的版本、舞者的版本跟制作人的版本。然后甚至我自己的工作的版本，大概其实没有那么多，但是有时候进去大概就是2、3个版本，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我觉得这个跳很大，就是你本来是舞者，然后变舞监，那个中间的契机是什么？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可能比较幸运，就是说，我很早就有认知，就是说，因为在台湾啊，大家都知道说，在台湾做一个专职的舞者，除了云门舞集之外，真的要专门只靠跳舞，很难生活。那我自己觉得，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其实是学戏的，然后到了大学才去学跳舞。我是从退伍的当天就已经决定要转了。我是觉得说，跳舞是把它当兴趣。当你为了生活去做你有兴趣的事情，其实是很痛苦的。但所以我就觉得把剧场这个工作当做我的生活的来源。所以当我去跳舞的时候，我就会变得很开心，我也不会去在乎说这个有多少的收入或是什么。然后，所以我那个时间就是也当舞者，
也当剧场工作，所以是双管齐下。但是毕竟没有把很多的时间放在身体的训练，所以身体的那个条件退的会蛮快的，因为没有继续的在训练，只是排练演出这样，然后就大概在35岁左右，当然就是所谓的你知道有感觉了，你知道我们自己也要面子，就是那种有点力不从心了，总是觉得好像会在台上不好看了，所以就是那时候就跟老师说，老师我可能就没有办法继续再跳，那我就专心在做剧场的工作，就回到就是双管齐下的另外一边这样。你这一块是6.5米，然後你們那邊是7米。其實我做一啲非專業性的舞者，沒幾多年呢。我從中正先生用嘅每來舞感也在兩位體驗看啊。基本嘅我每來做上舞社的上課，來做中正先生嘅寫處書。頭下接到嘅頭一隻工作指令係會來踏步幕。我們會有一個叫做快拆解，這樣子，來一個單元，然後，那你拉的時候，它就會，就不會像你工作更快。對，因為如果你打蝴蝶結不是這樣嗎？這樣子，你拆開的時候，你還會有一個單結在這裡，每一個結少2秒鐘，加起來就很多時間，所以我們通常如果沒有那個的話，就會沒有很多負重，因為有的負重就不能打這個，很多負重就不能打這個，所以這個打那個快拆的話就是這樣，它會比較好。也其實力度差不多，但是如果有重力的話，它就不會這麼做。你試試。先打一個，線條拉開，對，它這個不動，再套回去。這樣，是這樣嗎？其實但也可以，那塊的時候也可以，因為它其實就會拉開了。哦。每隻地方都係細節，一下舞台講到係規模行走上走下，不過你總之睇過嗰好心吼，頭都係本來小結一下，看一下更加會做乜嘅。故說伊呢一幕裝好以後，如愛開始做加入個燈，再去客廳講嘅天賦愛睇奶，咱客廳都時間要用嚟打工安尼。現在我們做的這個可以叫做中隔幕，也可以叫做背黑幕，跟家裡的窗簾是有點類似的軌道，但是不同的是它負重會比較好，然後滑輪會比較高級一點。然後因為在演出中，我們那個有的時候會需要背景是黑的，或者是背景不是黑的，但在同個演出，我們不可能像每一個演出都降下來，再綁一綁，再裝上，再升上去，所以通常都是先做好所有的這個東西。那這個設備、這個軌道、這個設備是水源劇場本來就有的。我講過到做舞台講到，如像係將軍帶兵打仗用嘅。一到工作人員都經過嚴格的訓練，如照等中正先生嘅指示，提嘅關係。卻從裝台架下有幾多事情要處理，像係踏步幕嘅索嘅，如幾件有按到要注意嘅事情呢？所以一種塊中正先生係用嚟嚟管理嘅呢。好，請坐。其实舞监某种程度也是一个管理者，对不对？因为你有底下的人，你要请他们去做一些事情。那跟他们的互动，你有什么你自己的准则吗？就是你会注意什么？就是我们是讲舞台监督嘛，但其实它的英文叫 stage manager。manager 是什么意思？是经理嘛？但经理就是管理这个意思，在国外翻译其实是舞台管理这件事情。好。那舞台管理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最难管理的是人，不管是舞者、
老师，或者是你的工作人员，甚至你的设计群，其实这是人的管理是最难的。但我觉得，我相信我都问过自己，其实我自己知道，我们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也不可能照顾到每一个人的好恶。我这些年比较听下面跟我说什么，以前就是觉得什么？对。那这些年会变得比较，总是要站在人家的立场，因为年轻人现在我真的知道，现在年轻人跟我们的想法真的不大一样。我有跟我比较年轻的 crew， 就是你知道我们开车不是会到高雄吗？然后有一次刚好就只有我们2个人，我就跟他谈心聊天，就一路聊到高雄去。我还发现说，哎呀，不是我们想法不对，而是那个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切入点是不同的。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年代，我们要在做好的管理是专业的领域上，你必须要求助之外，你在那个所谓的私领域的上面，或者是说对他个人的管理方面，你可能必须站在他的立场替他想一下。因为有些人可能天生个性是这样，那你怎么样去要求他？怎么样调整自己？或者是说，你真的觉得你对我们的工作方式有意见，但有些人可能因为你年纪差距过大，就不愿意跟你说。那我的状况是，我会自己去，如果真的有问题，我说那你有什么问题跟我说，我们可以讨论，可以沟通，因为毕竟沟通才会有调整方式嘛，才会有好的结果。人讲带人带心，其实管理都是安尼，人同人相互之间是晓得将心比心，甲所有嘅工作人员每命每會做好達項自家該做嘅頭路。冇會講咁多咧，我哋夜晚我就開始準備聊天會喲。偷睇讀幕嘅時間啊，還是得讀一下打擊一下。今日其實我冇乜事情可以做，因為你看連要種燈啊、爐粉幾多種，還有非常重呢。這一個有多少公斤啊？7點幾。哦，一隻都有7公斤啦，故作非常重。我也唔講，因為要往返我陪唔起哦，故作我都安尼點點可以能做得好嘅。客廠都放嘅電工設備做得講係太模糊，又有幾多幾複雜嘅線材同控制設備，唔但淨係一定專業嘅工作，還個係幾粗淺嘅頭路。看也到睇客廠做設計師阿妹嘢做到按二頭，全唔會熟悉嚟辦事。地板上標嘅好多嘅大細細嘅天賦，看到眼光係分唔清楚嘅。这是灯光的设计图，这张图里面一定会有一个东西，就是一个 center line，一定要一个基准线嘛，所有的图都要有基准线。然后还有米数，这个就是1、2、3、4、5、6、7、8几米，对，因为大家才有个依据啊，不能说，你那边挂过去一点，这边挂过来一点，这没有依据，所以每个人都会看，比如说像这颗灯，它这是4米，但这不会挂在4米，它就会4米外。对，它大概就是这样子的逻辑去做这件事情。雖然設計圖看起來清清楚楚，不過冇中正先生嘅解說，硬係正經沙漠。接下來談看啊，一條燈光設備係會用嚟用嘅。這種叫 park cam 大家都看得到，像演唱會啊，最常見很多最常做的燈具，但是其實中文全名應該叫做無透鏡聚光燈。這個燈叫做 Fresnel， 叫做螺紋型聚光燈，顧名思義，它是因為鏡片的螺紋不同。那螺紋不同的話，像這種光呢，它不是銳利的，它是比較柔和的，然後它是主要是拿來打區域的，然後包括比如說顏色啊，或者這邊區域的照明。這個叫 Lico， 或是在歐式叫 Profile 的東西，它可以就是在台上呈現的是，大家可以看到舞台上比較清楚的一個圓圓的圈，很清楚的一個圓圈，通常都是這種燈在做。大家還可以看得到，就是說每個位置上其實還有色質的不同，然後現在 crew 們就是在做上色質的動作，這樣子。用色質落去，睇起來我哋聽做運動冇乜嘅問題，咁我哋來試做看下啦。武剛對舞台上發生嘅大項事情，都會非常了解，就係佈景、燈光，甚至係表演設置，一定還要講很多乜嘅呢？
我觉得可能这个跟台湾的整个工作环境也有相对应的影响。你要站在舞者的立场去想，舞台上会发生的事情或舞台上危险的事情，你如何避免？你身为舞者，你都觉得这里很危险的时候，那你就是设身处地，你就要帮舞者把这个危险给排除。比如说，这边好像高高低低，那你是不是就要有警示胶带？这边有个洞，你是不是就要提醒舞者们？或者是说，这边进去穿场比较黑，那比较黑你怎么处理？你是不是要加工作灯？你是不是要做荧光马克？你是要让舞者很知道那个路线？我自己回去走一趟，比如说这边比较脏，我们就要叫工作人员清一清，然后这边比较滑，我们要怎么处理？我觉得你应该是站在舞者的立场去看一下舞台上会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你去想这些事情。在国外来说，它可以有很多的助理，它可以分配下去。有些工作是可以，比如说谁帮忙做什么事情，然后再跟我回报，我只要全盘了解就可以了。但是因为在台湾预算有问题啊，然后人员编制有问题啊，所以可能一个舞间就必须要 cover 很多事情，你要去记很多事情。我举例来说，最简单的，做一个舞团比较小的杂事，订便当这件事情，你把舞者的肚子照顾好，他今天心情好，他的演出状况也会比较好。什么叫评鉴表？你看有人就写超好吃的，这个他们哇，每一家都有，他们都会附，他们这里会附。比如说像每个舞间口袋就会有自己最爱的便当店的号码。舞感除係愛顧演員舞者有失保姆以外，還要顧到一定體氣旁控有安全幕，顧到按主導按迷茫，不要演出如為韓國順序韓國站。這個東西是。就是萬用工具嘛，你看過對不對？知道。那身為一個劇場的工作人員，你看每個人都會有一把，然後都背在身上某個位置，對。大家身上都有小包包。對，每個人都會有一個上手的東西。像我們現在馬克，這是中心線，這是直線。讓演員知道說好，不要超過這了。對，不要超過這裡，對，是這個意思。然後如果是這樣 center 的馬克，就會是十字的。舞台上有很多東西都是很細節，對，就是做美工的東西，像這樣子，然後就把它貼起來，然後上面而且它也可以重複使用。我撕掉之後，這個因為我現在這個背膠我都沒有撕掉，它其實可以重複使用。對，那而且用你的霧面的透明膠帶貼上去的時候，它也比較不容易被踢掉，固定力也比較夠。如講睇舞台上可能會發生某個事情，劇場嘅工作人員隨身都會帶能幾多嘅套件，施工也都如係頭前嘅EP工作天天，等到戲棚係搭好勢，舞感嘅投入能正經而開始。我聽鄧先生來到排練舞台嘅現場，我來看下鍾正先生舞台嘅磨合物嘅。我要再大，上下800。就是那一个灯区啊，秀山跟维伦坐在那边。鍾正先生是係舞者，有按好嘅條件，故所以已該清楚喺舞台劇場做舞感要注意按多乜嘅。韓國一團舞者也係編舞先生溝通家下，沒有以自家嘅一套方法。你覺得舞蹈的舞間跟我們一般印象中舞台劇的舞間，它需要注意的事情最大的差別是什麼？不管是戲劇或歌劇，好，歌劇它就有譜，好，那戲劇就會有本，不管是現代戲劇或傳統戲劇，它會有劇本，他們討論的是有所本可以討論。然後在舞蹈的上面就沒有所本，所謂的本都是老師可能對這一支舞碼或者這次的劇作，他創作有一個大綱概意。那我們那個本是就是我們舞間要自己去做那個本，就是然後那個就是說我們做的那個本才有辦法跟老師們溝通，在時間點上或是在
任何的transition的上面比较好有一个本。但是你说这个本是不是跟老师一模一样？应该是不同，但是这是我们可以工作的本。通常可能会有人会说几分几秒，但是几分几秒又不是一定是准确的在那个当中。那你说这个动作是什么？那这个动作是什么？对，这个有一点很难去完全解释，但是就可能必须在跟不管是编舞的老师或者舞者工作的过程当中去培养一个默契。你有遇过你觉得那个是作品是最难的吗？最难做的？最难做的，好，通常舞蹈就是跟音乐的配合。那我们不管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silence 的状态，有时候会有音乐的部分，那我们就可以在记录上做很多事。有时候我们也会问说，老师这个是不是有音乐会再进来，还是说老师这个有配乐或什么的？结果老师就回答我说，我这支舞没有音乐。然后我就好，我知道了。好，然后10分钟都没有音乐，10分钟是完全没有任何音乐，等于说那10分钟的舞。我没有办法用时间、用秒数去记这件事情，我必须。你不是等于要会跳那一支舞吗？对，等于说我们好像不是真的在台上跳，但是在我脑袋瓜已经会要跳那一支舞10分钟。所以舞序其实你要都记得起来呀。对，完全靠脑袋瓜记的，因为你用手画不会100%准，就只能完全记。对，那是让我非常到现在还印象很深刻。对。每一出戏都有以困难的所在，舞感要面对各种复杂的任务，同大家有时要为工作人员听述，頭愛顧面愛顧，還要顧到抽抽切切，真應該有挑戰性。暗藏的世界當，如果看到舞台咁多嘅鋪下，總會會出通會到台當來，然後你看到，然後係後背有一些的營養嗬，睇溫幕。通常咧，然後我睇幾多嘅時間，你都做係幾多事情，唔單止溫幕，有會有幾多拖機啊，嘛嘅愛做嘅哦。大部分休息時間係15分鐘，無論係你從一複雜嘅，然後如果睇按多嘅時間，你團總可以事情完成。如像钟正先生講嘅，耐久如愛將心比心，故所以唔單槍提控制台方出生自費，還個係頂上同工作人員共下出力，也係大家投入做到差未？我來去看下钟正先生睇佢做乜嘅。頭到舞團嘅上半場嘅裁判結束嘅哦，一個舞感太過遺憾係樣嘅，人們看啊，一頭都給公眾啊非常好奇。钟正大哥，嗨，吵你一下，你這樣那個耳機一戴上就覺得很帥耶。你可以告訴我們你剛剛都在做什麼嗎？因為我聽到你都一直透過那個麥克風在跟誰說話。我的 intercom 的系統裡面有燈光，有音響老師、音響控制，然後還有管方的系統，還有我後台的工作人員。那主要是透過我的 intercom 的耳機在通知所有的人所有的時間上的進行，這樣就是剛剛在彩排上時間的進行。就是所有人都要聽你的指揮，現在該做什麼，這樣子。是，非常威風凜凜。沒有。雖然你很小聲的說，這樣子。所以如果你從等下老師走到位置的時候會試拉一下，會看一下。好，所以你現在好。你现在感觉还蛮游刃有余的哦，你觉得怎么样的人比较适合来当？譬如说，我跟你说，钟正大哥，我还蛮想要当舞监的，你会觉得我需要先做到什么吗？我觉得舞监有一个东西，有一个特质，这个特质要有，才比较容易做舞监。我认为，这个特质叫做鸡婆。哦，真的哎，要鸡婆。是为什么？因为鸡婆的人，你就会去 take care 很多的事。然后还有一个事情是思虑要很清楚的人，你不用记忆力很好，我们不是要求你一定要记忆力超强，是你思虑要很清楚，你要自己有条有理，
但那有条有理是要有方法。剧场是同时间发生很多事，对，台上在发生事情，可是这个后台在干嘛？你要赶快，你自己要去记得这件事情。如果你只记得舞台上，你忘了后台，那你很有可能就会漏掉。对，漏掉。但你可以一心多用，又可以很 take care， 我觉得会比较好。你是做了这个才发现你是这样个性的人吗？对。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鸡婆的人。没有，以前没有发现。对，以前对工作了。对。谢谢中正大哥。不会，我差不多也要该走。好，我们要一起离开。好，一起离开。好。谢谢。所以中正大哥要，我要去下一个会。好，那我先走。谢谢你，谢谢，拜拜。头头屯中正太高大最古研究哦，发现呢都也个舞台讲到伊做的事情真经是包山包海哦，范围非常的宽。还有舞台讲到伊有做的我抽的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如是电工，像今日台湾来啊，还有他把迄林天公啊、李妈妹啊、安舞台啊，也睇跳床地杯准确要用电工来做，甲电工设计要应用哪个情形呢？向下来了解。到嘅跳床表演，每场安尼睇艺术头睇户外，如果到呢，如係睇室內，甚至係暗部石頭嘅喲，家己是隻推動做啊，暗精彩，假使無電工，沒無嘛搭對。嘅電工呢，唔係講天保總會設備錯誤嘅喲，安尼如啲電工是在制作嗰度無向嘅清晰同氣氛，上下來都嚟向下了解電工設計嘅學問。N1把系统打开，先 check 所有的灯，然后待会我们调整一下帕。讲是一种也唔多、玫瑰难用法语来表达的东西。他讲灯光设计，观众对舞台上的画面，如果有看过词的清晰感受同意义，会得到无共用层次，看过有神通的体验，那就认真有意。观众能看得到精彩的表演。李俊义，人才系读天技内，认真对剧场工作有兴趣，自家都研学相关的知识，下后入到剧场。落成做剧场灯光设计同技术工作，也作品包括各种专业的剧场活动，相关的灯光设计作品由报告出，算出艺术来算。俊哥，你是怎么走到灯光这条路的？我本身是学电机，之前跟剧场完全不懂，一点关系都没有。本来也没有看戏，也没有啊。完全跟这世界就是没有关系的，跟这个剧场世界完全都没关。然后呢，2梯的招考的时候，考进来是技术人员这样子，后面升做技佐。但是那个是跟真正的剧场里面做设计是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只做技术执行只是 follow 了 order，就是听那个老板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后面就产生兴趣了。产生兴趣就有动力了。当初的训练有聂老师，剧场之父，台湾聂光炎，对，还有个是剧场的前辈林克华，除了国内的师资之外呢，2厅院刚开幕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大的手笔，就请 New York City Opera 包机来台湾做1个月的训练。就是剧场的训练就是有关灯光的基础的训练，都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你怎么学呢？怎么去让自己可以设计灯光？
那个时候大概1991年还是90年，然后那个台湾有个很大的制作，光好像费用就有800多万。他们制作一个很大型的京剧的现代京剧，那个叫《曹操与杨修》。丞相，你先些儿又是算了吧？杨修啊，杨修！接到这大案子，对我后面的人生的影响会很大。从前台湾的京剧大概就是打量，一桌而已，但是它那个已经进化到个现代化的写实，有点写意，写意带一点写实的布景在，有个月亮。曹操与杨修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都是很热情，那个月亮就偏黄。那等到演到中间的时候呢，他们情感变冷漠了，那个月亮会变颜色的，它会变冷白。然后整个勾勒的手法不是打量，我就注重层次，然后有那种效果片。那我用现代的手法做，当幕一开的时候，我觉得观众的掌声就如雷了。然后所有的京剧应该是说看过《草杨》之后，几乎他们的改编的现代京剧全部都是找我做。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也是边成为设计也边学。那个时候我做了很多聂老师的助理，从他身边学了很多的感觉，除了技巧是我本身拥有的之外，我从设计师里面，从前辈里面，吸收他对这个场景的看法，对剧本的解读，这些对你未来的设计都有绝对性的影响。他從地度嘅講，可能係寒天二十頭受暖嘅熱化嘅，沒有可能係溫柔嘅熱講。除係訓練相關技術同優良，其實有幾大一部分係會培養美感。一下來到總台現場，來看阿俊哥一個師傅帶一班師嘅練功夫。你先把第4道的帕打开。现在可以再往下来走一点吗？然后压低点，不能打墙壁哦。压低点。你刚刚在调灯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细微，有时候观众可能不见得可以马上知道那个灯光有多少变化，可是其实给人的感受都会不同，对不对？你在每个细节里面是看不到的，对观众过来讲，观众是看到最后的结合的过程，呈现的是个画面，细节讲求的就是精准，讲求的是理性，然后灯光是从这一切东西把它结合起来，变成感性的一个创作的过程，然后它最后的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影像，就是个 image，把 image 变成 imagination，把这个作品呈现出来。你所有的演员排练完，舞台设计好，服装弄好，最后一定要经过我灯光，对不对？我要把大家都结合起来，包括演员，所以很有名的那个美国的一个灯光设计师叫做 Jennifer Tipton，他就说灯光是最后的结着剂，在剧场里面结合了所有的元素，但是灯光比较不一样的就是我一出戏里面可能表演的形式的不同，比如说舞蹈、戏剧、歌剧每个表演的方式不同，它变化的要求就可能会不一样。比如说舞蹈讲求的是舞者的线条，它变化的节奏快，所以它变化的点就很多。那戏剧的话，你要看它对话的过程里面有没有时间上的变化，有没有那个氛围的变化，氛围牵扯到什么？色彩，时间，那个你要看它剧本的要求去做变化。通常戏剧的表演就不会像舞蹈的表演变化那么多。你刚刚说灯光是最后接着剂，可是一步一步你都要等别人做好你才能做。那
可能很多的紧张也是来自这里，对不对？灯光最大的压力往往是这样，但这是宿命啊，就好像没办法，你就是没办法提前的。没有办法，所以你很期待每一个部门，它是可以在进场里面，进场时之前就完成了，舞台啊、服装都一样啊，希望，但是有些甚至连排舞，你到进场都没有排完呢，你看那个压力那怎么办呢？你就要等他们，只能 waiting 啊，只能等啊，那像这样子的戏呢，那么大的制作，大概要多久？可能3个月就开始开会啦，但是我真正的作业还是要等到最后，他没有办法提前作业，舞台可以在新 shop 把所有的景做好，对，服装可以在他的 costume workshop 把所有的服装做好，灯光呢没有办法，现场一定是现场，一颗一颗灯挂，然后现在拜科技所赐，很多的灯不是传统灯了，不一定要一颗一颗，挂完之后还要用调灯贴上降调，现在不用，那电脑灯就是你挂了之后，它就可以左右摇动啊，你要打哪里就打哪里，你要变颜色就变颜色，但是传统灯就不一样，传统灯就是你要挂好，一个一个调，要放绳子，然后要做调灯梯，要弄安全带，要戴安全帽，要有人推，去把它完成。现在科技已经进化是很多了。那调灯梯上。最后左舞台的不用开，不用调了，它那个时候已经变夜晚了嘛。这个叫做魔术表。魔术表。对，我们通常是要看的是灯图，对不对？你看啊，这个现在它调的灯就是这一颗了。哦，灯图。对。但是我看魔术表的话，它有个编码。看个编码，我直接看这个，你看啊，这个大图啊，密密麻麻的，你看得清楚号码吗？看不出，看不清楚嘛，对不对？我用魔术表的时候，你看得清楚吗？每个数字，我用魔术表就可以调所有的灯了。对啊。这个英文叫做 Magic Sheet。我们来拍，这样拍会变甜。看不到脸，然后斜的就会比较帅。对的。然后站侧面我比较瘦。已经很瘦了，13:8。好，对你看加上投影的话，我要 balance 这个光不能太过强，强的话投影会看不太清楚，所以你还可以再加到70。来，所有灯都收了，背光都收了。来，弹幕请走。要学多久可以学到像你这样子？要几年？你觉得？快则2年就可以，真的假的？慢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2年有可能吗？这是天分。画面是一种天分，有人画天生就会画。有人你学了10年呢，他也不会啊。做设计有他的乐趣在，做技术的话，你选择做技术的话，他工作比较 routine，变化不大。因为每个人他的能力不一样嘛。你说有的人他就适合做技术，像我们公司有一些员工，他的目标就是做技术，他把技术弄得很好。因为现在的科技不一样，你光学这个控台。很多种现在电脑灯的形式也是几百种，控台也是几百种。你要学会的话，你没有日以继夜超过3个月，天天从早到晚，弄到3更半夜，你没有3个月，这个控台你学不会的。而且我刚刚看那个 Magic Sheet 上面到167。灯的号码，你怎么知道他们在哪里啊？好可怕！那是经过一个系统化的过程。像我们整个剧场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回路。
啊，但是我要变成我很方便叫的回路，要经过一个配对的过程。把这些杂杂乱乱的分布在各地方的回路的号码，变成一个我很容易掌控的号码。在这个专业术语里面叫做配取，配对。所以每个灯光设计它的号码不会是一样的，不会，要看自己的习惯。我配对成的号码是我的习惯，所以我就很容易去叫所有的号码出来。所以在灯光里面把一个杂乱的世界里面，你要把它系统化、组织化，变成一个简单的 Magic C，就可以掌控全部了。听阿准哥讲的很多有关灯光设计的嘢，无路有量，唔当来实际体验一下。戴好眼安全帽，听等师傅讲下来做西药。来到戲劇也唔係度擺哦，頭擺來到也當過，也其實係觀眾席的真當過吼。你看到也一般如果講貓道沒有行的地方，唔過因為也係個假戲劇樣，故所呢會個發一些無像以前人感覺嘅無所所謂個合客的感覺吼。嗰度燈光音響的管線還有線路的睇下片，故所人會看一下一個技術指頭，伊都係用來調燈的。到底了，到底了，大家换个位吗？头摆对岸的个图看国家戏剧院。那个可以请他帮我把外区工作灯关了吗？就是包厢的那观众席露台带下。你看到这颗灯吗？它可以推它的毛利度，就是你看它那个边，有吗？它的边会比较利或比较毛，就比较清楚或比较不明显。那盖说小毛就是往前推，它会变小，然后变得旁边比较柔。然后大毛就是它会往后，它就会变得比较大颗，然后旁边比较毛这样。所以你要调啊，就是我们基本上第一个动作就是先把灯摇到我们要的位置，就是这边。他说他要一路排开嘛，所以你就对一下，然后这个就是松紧的，它可以上下，然后好以后你就可以锁起来这样。你可以试试看。按道的灯光，如果一张一张天天的调整到准，除了要有耐心以外，支持侬艺能呢，还是对要找投入嘅热情。一个技术指导是系对太好意思，都一直谈论阿准哥好细胞。之前你很早就认识军哥了，对不对？对啊。什么时候？大2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他是老师。对啊，因为我们学校就只有大2有他一门灯光课。你觉得他是怎么样的人？他就是可以把事情做好的人。就以我做技术的角度来看，灯杆上下你可能跟舞台的关系，你每个都是要去定位去确定。就那么多的东西，把它规划到可以使用，没那么简单。会对韩国太学家下，都谈论阿准哥好多件。都记得阿志强对阿准哥有一钦服，没记得灯光设计同技术，几时呢3两海有路有的都有哦。俊哥有没有遇过就是导演有非常困难、特别的要求，然后你要尽力去达到的？有啊，有那个是3年前吧，我做一个也是 NSO 的作品，莎乐美。莎乐美是砍了约翰的头，因为莎乐美她觉得她很漂亮，然后希望那个约翰亲她，她要亲约翰，然后被约翰拒绝了，那约翰是个行者，因为他拒绝了，他就把他的头给砍了，故事大概是这样那个导演他说他希望他这次的制作里面，他要有那种油画的效果。他要求要有卡拉瓦乔那种油画的那种质感，他也要有电影的质感，他要2个效果，他要
看得到。这个东西是比较特别的，所以我在过程里面，我就是去找一下卡拉巴乔的名画，我就是开始怎么样把它的整个画面的处理就像油画，又要像那种电影的质感。所以有遇过很难沟通的时候嘛？就有没有你坚持你觉得应该要怎样，可是导演或是其他的，这样我就很弱了。我通常都是配合的，因为剧场另一个角度讲是服务，你可以把它当作服务业，我要服务观众，我要服务我的导演，我要服务我的演员，那么你要坚持什么？你就是把这个事情 work done well done 把它做好嘛，你把它做好了之后呢，大家 happy 就好了。那以我个人过来讲，我比较注重导演，顺位过来看，我把导演放在第一，观众的感觉放在第二，我自己是最渺小，我提供服务，对啊，我觉得这种心态会对做这一行的比较好。但讲主要是为帮衬出气氛，演员的演出唔到底嘅每位介意刺激，同拍的艺术无相同嘅係，但讲设计直接同太自然學習，為觀眾次次演員感入去，九番戲亦能具體腦視度方嘅東西，使有某角度有意順彩。大方基本日的設計，大家對劇場幕後有新的認識無呢？舞台監督同電光設計，我哋平常時看戲家下可能冇乜會感覺到因哋嘅順彩，唔過冇舞台監督，戲路冇法度開始，冇電光設計，一個戲也唔完整。可能下禮拜看戲嘅時間會很過注意舞台上各種元素嘅組合，很過流通，去了解舞台監督同電光設計因哋嘅用心喺哪。